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谢小姐，伊的行动电源无张持爆炸导火，害伊的目镜膜、头毛甲倒边的脆皮拢来烧着伤。代志现光了后，有民众跳出来讲，伊嘛是买甲这个谢小姐共型号的行动电源，嘛是来爆炸。啊，这个行动电源的牌子叫做阿哥元素。 紧急是调回着产品，讲消费者若对这产品有疑虑，会当送回直营的门市，或者是维修中心会免费换新的，予消费者。 办公桌啊，熊熊出火，更阁变做一粒火球。查某人规个人倒单，头前的查甫人看到嘛，紧来关心。谢小姐甲手机啊，放咧桌顶充电，行动电源熊熊爆炸，互伊的面烧烫伤，衫嘛烧一个大坑。事件惹出来，即嘛有民众讲嘛，拄着类似的事件。它是在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。 同一款电池就已经有爆炸，同款的品牌款式，同款的爆炸，毋是个案，互消费者真惊吓。即马品牌雅果元素2月23打出召回公告，强调所有行动电源拢通过经济部甲 NCC 的相关认证，相关的问题，工程的技术团队等咧调查。若是消费者使用 Gravity CS5 也是 10这两款的产品有使用的疑虑，请随停止使用。送登去伫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南5间店，也是维修中心，公司会提供免费的产品换新。他昨天有先来我们办公室这边，然后有先做一个慰问的动作。 然后也有给一些慰问金。行动电源爆炸后，谢小姐的面2度烧烫伤，即马逐工拢爱为桃园路德到新北邦桥回诊。雅国元素除了现场关心嘛，表示会负责后续的医疗费用甲营业损失的赔偿。 轻搁薄，色水搁济，这款有假的吸照行动电源已经为网站撤掉。雅国元素的总公司假掉无继续回应，强调一切照面册公告为主。针对退回的产品，会换同款的型，无共生产批次的行动电源，予消费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